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今朝是我们经典妙评，也要得大家帮头着。那么我们今朝介绍啥呢？今朝介绍张基的张调。陈兄啊，张基的个张调了，那平台和听众当中，可以用一句闲话来概括。哪一句啊？叫喝水倒流。搿搭的确是的。唱也唱到里上，唱一句唱两句，我就啪满堂掌声，搿个真是不容易。对啊，对。从张基的上台一开可以了，你再过2块雪天上。奴贵州张真阳，当对1000多观众全部起来了，这本子里是够有，对是听了一个诗了，不厌气。对，就外头一句闲话了，就张基的平台当中的流派了，等于是平台加上麒麟洞。张基定呢是个唱腔了，你是传统哈哈，现代当中大家在流传的蛮广泛，譬如说。芦苇青青当中的马芦苇已经成为是经典。马芦苇是观众欢喜得不得了，大家谁也贵族人口呀！是呀。哎呀，那么现在啥个？你是请观众欣赏马芦苇的戏头。
水中金，狗生的地，百里人云，跟我花，喷在楼外里。扎根头要落够造人王问那句不得胜大雷黎明相扶中腾压来不得清，哪得平日何以尽？这样一疾苦是梦上去接待的同志，不记同志们是否能今日？不记同志们身体口。分解就得心。我有陈修先生，吴先生，我不敢当。你搭张建林评过双当官，是吧？那么我把弄不懂，你们是真知他看，搭张建林评双当。那拼法你阿得个呢？有道理个呀！什么事你都刚刚看，我倒不晓得。你也不晓得？哦，还是1953年。哦，你是不晓得噻？哎，那不长样了还了？样子，真够不1953年我不只有23岁了。哦，可是那小弟弟了还了？真比那都1年哇！当时辰光1953年，张建国去抽调到绍兴去慰问自由军。那么张建林一出缺少个下水呀，该来该去，别人的在口不中啊，谁是口中我呀？那么我当然是拼双当，啥个拼个？可是那是你都是个啥个世家？啥事啊？福建都是真知他来哇！我说你个红娘子，红娘子你忘记他了？你2当1当好坐月走了扶手啊！对个，那个人几岁啊呀？年纪大子的忘记他了，期望的来。真的是啊！啊，这个里向还这样一个绍兴市呀。不要说这位红娘子里头有绍兴市呀，不，绍兴市呀，一个市呀不得了，寿通书目当中，公定人当中，绍兴市呀，这个市呀出来是各种在鼓掌，栩栩如生，什么3分。现在我们就请观众来一道欣赏你绍兴市呀当中的一节。里向有好几头么子，就是公定人当中的内容，请大家欣赏。是要跟一头吹，一头来老乡啊！莫负你人是后生，写起谁与重生，清明节我欲趁大清到不及呀，
3月初3，出门有亲到过此里，金毛军人调西林落日，林子文为家很难消，把他就打一顿不成鸟，是个送的风不起，是到毛家张王女妓将阳道，不可此爱必定与妻。司马君在女夫的房十多计，为是林子文表面忠女，心内调我要仔细大口来吐妙。为夫战王一名人上，此爱必须你梦上神明归地，非小日，你被凶事自立当背骨水是水飞，要弄明白不仅必须要扎死想你动身为个父母，他上我家是几两下为子民是理由啊，今日里为了贵妇的爱，不行不无闹公堂，我开始其中是王所以满杯一相处，青少君要送出发杯新娘，十狗八字
大慈爱，将来就来水长。懂哦，你去嘛这过去，但是我喊我不孬。什么？你去的当中，你要答应我3桩金头。为条件了，3桩事，3桩。好，请教吧。只要这个3桩你答应得了啦，你来得亲，去得明，你去好这。好，好吧，请说吧。好，怎么懂哦？你听好。要将我们为所见的毛起户，让我们里不谈，要你到毛国去之这里谈。为什么呢？为的说，那名人不可惜谁。哦，要你把资本来摆正。要我总办领之位，那个你今早起来，懂我？毛起虎要判你毛皮。哦，怎么了？要他开正门，千年贼。哦，开正门迎接我，多开正门进入。哦，那么一定要记喽。我还是瞎猜猜，个作兴不接你。啊，我是个活动啦。那么接到里头来叫，要顺意，一在事当中，懂哦？我求你莫偷这杯状元。第一桩不要吃酒。哦，他一定要请我喝酒了。那我还是瞎猜猜了，做幸福不能吃你。如果要叫你吃么，你当心哦。酒能成事，酒能误事，成事个蛮少了，误事个蛮多。好吧，第二桩，第二桩，对吧？第二桩，那是非为必。第二桩是要判你毛皮的。哦，要判你说东西没？老虎的啊，你做七品正当么可惜个。那个学问干好，我好好教，你只要拿牙上儿子你办。将来嘛，我儿牙牙走到本庄，要提拔侬只有我做得特效。将来嘛，不能做一个四品王当。那么懂哦，你要记牢。你要想做四品王当，你连八当啊去不了，懂？你千万不能偷虚用。这个第二章要给我做高官，做四品王当。第三桩，懂？两桩大事能举手，毛起后他第三桩跟大兄红字红的
手中，哇，你不能杀兄痛。刚才张店们，你个卖张店，哦哟，好个人啊，服服实实。对对。但是你夸张点了，唱得非常好。夸张点不容易唱的。听的啊，就是迷宫名当中的一头。哦哟，迷宫名。哎，那么你还要听听看呢。哎，你还讲何子？晓得噻，我一定虚心何子。我得来代代读书，为公民的事体，我3日3夜对付我。别人的读书啊，读读么总要歇歇，读读么总要停停。我是做人，从爷娘的胃里出来，2只脚落子地，弯走之路。快四步挪特子，我是读书。哎，神兄啊！这呀呀都分着，我谁敢不要为非人困，我非到天命一起上。道理何开，我都不过何其理，今世都得了日，此几里登高忙记之中央月，终几里我下得个文章，谁懂忙来忙去，忙的上我为子公民落路忙。为公民，却人才不空，我路有条条，心有故的亮。我为公民，哪怕我们事茫茫，哪怕我们发苍苍，哪怕我们吃呀动摇，立口望，哪怕少女郎，别做个八头郎，我老态龙钟，为要顾靠上。我必到，我这里靠子有十几山，今年来想必我6年真不离，所以非能够一举人民天下。此一番，但有种种有灵的暴雨，手工配的桂花，
想是倘若我的上面，倘若今口为不中，给了一口是个再不中，要想是里头是个不中的两个字，不吉言我随便拿什么出看的，他话到自己泪目花。来在有问细胞进那肉身，更是我人的心如了分。神把女人是真的我就通融来，再不能紧张一生共治了定事缘。我是一高一道谁破了黑个子呀，有什么事爸爸，将人到地门，两人一踏的地面，快使我当作金人，记得个包容面。我当你是斗苍空，今做是公这为神。此一番，我牛大今意要回宫里，那是我要十几个，要给门庭被教母无意间。我要骂几个叫滴滴叫天地小比来不人能问。总之那么总之我要先记住没小声，我要养到妹子亲相邻，欧华不高，高夫人富贵的气用，因此生。爸爸，啊！这是个龙的声音，越靠越有，越靠越有，靠到来天飞。哎呀！哎，龙生日有，一进宫殿门，看来丰富的功名，我个老师生，依旧是个老师生。哎呀！拨帽子，那是一切喜马甚讨厌，真的是几个，真的给门的，真的陪教母，真的无意真，真的骂几个，叫弟弟的亲衣小婢来不真问。哎，我要记什么咒，下什么神，
为要请什么乡邻，报什么夫人，演什么子孙。我今生许下这条龙门，我觉在，一条老海我觉在听见隔壁还是没在吧？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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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！喂，王东来呀！哎呀，王东来呀！从30年民今日啊！听见隔壁在房里，一个姓王的朋友从30年民今日，身边的形象都是让根本老的。哎，半年日的旁人，在领导空中。春风得意好主家门，只有我个老日生，功名无我无分，名落深山手杀人，叫我与我面目见清明。看上去几根老骨头都送来比两身，哎，看上去也不中个贼，哎，中贼，真棒！一飞冲天上军送，正所谓孤足老弟将老拉，我身边老人的寒痛，好比当年个江滩公中这样子啊，你为我生病，却人气不通，样子啊，那个时辰就功夫落空，空人过来好想想福，富贵只用余为风娘子啊，我跳工龙门搞好运，我为就来进来3杯状红，我空一即将东西，空一即走中，一声粗笑，一声粗笑，发了疯。张先生不仅仅对男角色演得栩栩如生了，什么三分啊？对演女角色，来看看那个男的，一个老头，演得出色，出人入化啊！那么对着呢，我这里越当越过还几当着。到南平上当越过，到张继国平上当，我也过还几当了。一个种年来真偏向下头个年来真潘十郎70几岁个老头，对方花把子是啊，还有点点的我是这样子的嘞，啪啦一个转身到靠背背的，所以这个偏向下头。对，你叫你张先生，我叫你陈先生，不是哈色，你也真出了个女角色，你会义不公义。对，还有我这种怒啊！是呀，对。张老师听说你这个老太演得非常好。譬如说。芦苇青青当中的钟老太，为红色种子当中的黄老太，可是为一个二老太了。那落得来个二老太，石门洞里向二来尊个娘二老太。哦，对，二老太是啊，现在在请欣赏二老太的演唱。哎呦，老谢啊，公啊，夫人。
家神父亲，一夕却是少林的，你今早吃他名为谁？你的将来生死。我恨相公，你诚心分我债。哎，相公啊，世间最内藏多皮，你的帮人要认懂。相公啊，世间切身偶因砒霜，我现在已经恰恰做起，面马不必，亲相公不必亲良医，你在帮着背部我得了气，我双一比与我此生跟我一道义，从今父儿妻子永分离。讲到张继定老师，我就会得想起张继国老师。哎呀，张继国老师称得不忘了，真是名副其实。对对对。但是其实我觉着那个诗或者唱还是非常好的，有特色的。唱还有那个特色的呀。是呀。哎呀，那么再讲讲张继定成为张调、张派艺术，到建国搿只琵琶是分不开的。对。托得就好了。张继定了毛调辰光了，就是靠那个只琵琶来托。让你无气。可是听了啦，这是据里表，搿只琵琶是得心应手的。是呀。陈叔啊，我说一句这个就是马来的闲话。张继国只琵琶喊了少了，张继定个唱你让托，可能喊个琵琶，你听不到旁边有人让托。对，没人托了，比托为要好，实际上你托得非常用心。因为取得了半斤。哎，张继国搿只琵琶是轰韵托乐，不是马龙唱。所以张继定先生与今朝成功成为一个大流派，张调大流派，与张继国一半功劳。对。都是一代。对。我分析也有道理。对，3子3代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欣赏我最。黑大人，下怒恨则恨你送你，哎呀，你送两个字吃口没得想说是阿刁呀，自个个主公呀。哦，生侬侬阿刁么？不通关。刚就想，哎，说就说不通了，通个。那么阿刁总归欢喜生侬个，还有说阿刁用自己关节学问，我后舌当流，我叫侬说啥，那个为啥阿刁个了？对，那么你说叫牙齿勾扎扎，恨则恨你送老几心很多，旁边个女怪就是海怪了。哈哈，做你的小家，你拉水，说个神农莫掉老几，这个你的老药，你不要去相信的，侪是高的。说个盯了真了个，说个包，哎，一定侬会得告诉那个，你放心。
大人呐，大人也不晓得。啊，魏小姐，这是你不必仇恨喏。他不该金地之上皇子本，是我公务日，私通非办，女非心，害得侬真假就若名贵因下弄山峰到明晚之去，若在如是战家起身真门内后我们新婚夫妻两地分。如此说来，你招亲丈夫，是见皇后之举呢？大人啊，是什么不忍欲往京中去，莫大的万人奉去幸福君，我们都杀府内要住监林，家里大人的不知，我做明日头，为望你无良小女不知情，对我们为主构想不忘情。为王大人将我等带为军礼。哦，要为主监令而去。是好。哎，还在听我的心里轰，第二知道了。想想高人过来，真搞不里都弄得家破人亡。老姐呀，严送啊！分得此意，那母后生马身一送，老姐你太狠心，还得真是急送，早有决，为要草没家在沙漠，
配得恩爱夫妻两离分。贵小姐，黑大人，我请问你，你出来访问丈夫，你夫可知道在哪里呀？哎呀，黑大人，奴夫人不知去向。哦，你丈夫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哦？是。魏小姐呀，你否下落我就明白。他是盗窃金陵，又退于身，在那御史居家，见人多被兵部母亲做命令，他是为保护局来进京人身风波，只为才想起老几年送寄了烈风拼毛吃中岳文生，他又将生女来接里人，就是王人谁女叫你来真魏小姐呀，是容你否真婚三朝为门女看见人，只不妨恩非议，地来小人跟西楼无机关去告真人心，你送暗中私下用多计，最内脏皮要害世身，赢得那大爷大得第一夫人，为生民大义的你来争，放弃真勇去到身，你否啥非是来争救，最下一律早一命不为因，你否啥非是来争救，真假都是对真，你是虚道来争，是几人的女温小姐呀，呵呵，你家一语这公数两的身。陈秀啊，什么事都不是呢。张今的眼头扎紧，你顶好个特地了耍个浪。你到刚刚你刚刚哎，你都在讲不出。你讲出最来讲今朝都听啊，还叫我在你好在了，虚心啊讲。张今的眼头扎紧，眼头啦，用一句闲话来哪个人？实木三分。对对对，我个对，特别的侬把手指个比金子一只。回过头来一下子当做有头一个人个，哦，这个一个动作啦，对个，我们听了好几位外地人
戏剧的人不在唱戏的。一当讲吴老师啊，那这个张建定老师这个赵金子呢，阿拉舞台上唱戏的脑子金子。这不得了一个视频，表演不出来，对，这边是个3毛3分，对，好着好着真不得了的，对。嘿，东姑娘，千万要不一口不能打打嘴。手掌台上一面镜子，老范，不像现在有玻璃镜子，从前只有青铜镜，一口得是你青铜镜来的。我讲外头呢。有投资的套子，我们镜子打了拿过来，拿套子手起脱，镜子拿到手里下，哦，擦擦勾人上牛分用，哎，都可人啊！你不要想太为啥不会太为？我还记得你吊张面孔，哎对呀。你每人眼光牙出着地，然后就手脚龙呀龙啊，凤呀凤，10样儿子绝对多。呀，侬不会太，虽然刚好说的侬自家的难看，侬还分龙多。嗨，不要你不要，俺们要口口清爽嘞。你不能来真好的不能。少娘，我个吹这个早都没事，你没看呀哪个？那出来那边有人哦，有人啊，人好人啊，好啥人高？大概个米口不清爽，那也口口。哎，要驴的那个三个米不大个米耍个龙蛋的啊！哦，有年轻的不？这是个米款要哪个啊？耍个红的嘛，羞羞红了，俺龙不通，扎着米孔你说啥？啊？你不认为？姑娘袋子放得头低，口口清爽。哎，哈，好像那种姑娘啊，说的美哦。嘿，多屌美啊！这女子哪不都养出来啊？掉哎，到了唱那个来问的啊！哎，都可以，我听他们人的在。怎能用？我以为是个风流潇洒的美女。多好多啊！你以为我甜甜蜜妈妈弯弯人，以为哥哥要睡觉，
也是多，也是个娘。我以为我生意上对逢呢，想归公，可讲一只地漏眼睛，三公大傻找死老容。我自个晓得，我当知我上一个重要病，我都贴当中，可讲一个小天白的，两个心相通，刚起将来嗡啦嗡。白的故里不大通，我为当知一年四季来让崇尚风。要是破嘴啊！哎呀！一米没有不叫，闺蜜拉比风。不吃二次相对用，他们在想着，我去年我记得，对，我到娘家为里8年前，我想故事一讲，对对西人风，要是男女老少。也无风跟当我死，跟当我动，我为导致爱动观念与威风。可讲谁来看那个张秋面孔？侬是了老师，18岁他高三他今年24岁，你搞问头。我想着去年就俺去相亲，到部门啊是相亲去，作为陆家里的小将，托子一盘烧，将我一生爱相公，但是面孔长得凶红，好得上我只是那03多。原来是看见此那个张秋面孔，叫满都要光，看个样子能看得出，我大姑娘真是高香么头发了，眼肛门里要头中，哪里得知清明清的包？多只好去看西北风。今朝节目到此结束，明朝再请大家在这个辰光来收看经典妙韵集当中的杨振勇和杨蝶。再会。